我来看这回呢，这丹那市风台是为高雄甲屏东带来真侪风雨，亲像伫咧基丁这垃圾水的处理厂，就是因为未付消透，所以这管线呢拢裂开，互附近全部拢淹水。另外，这后眼溪嘛是有土石崩落，这山区变道嘛去互冲海去。那屏东的西亚乡呢，这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，部分产业道路这土石崩落是未当过，预计就要等雨落较厉的时阵，才会当来抢救。雨水敢若泉水共款喷出来，因为丹那市风台带来大雨，高雄基丁的雨水处理厂抽水量大量增加，吹到暗管线敢若是挡袂掉水也裂开，雨水流入去附近的民体。30户左右，我们现在就是在帮居民做善后的动作。那我们会再跟居民协调后续的相关事宜。这个放下来啊！应该就内底入去啊，就我刚回应刚看出来啊。随即早起，民众用水桶甲抽水设备伫咧清污水。另外，南马溪后金溪顶头林行道正一暗要放弃进行，市府讲保华正伫咧做整建工程，初步看起来毋是大水侵蚀，会个调查原因。若沿海大雨也造成老龙溪水涨起来，南横公路群河甲河兴的河川变道登去。涵管变道有100公尺的流失，目前等待老龙溪的溪水稍退，甲仙公段就会来进行河船变道的抢修。大环境还是属于低压带内，水汽较多，大气较不稳定。白天高雄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山区并不排除有达到豪雨的等级。屏东山区吹一同款有局部豪雨，或者是大豪雨，前一天累积雨量超过460毫米的西亚乡、瑞文乡、南势村等所在，整合道路因为土石崩落无法度过，新环工业派去。制作人员在台风前就已经进驻了，等雨比较小之后，我们会派相关人员去做清除。如果有损坏，就有水电工来这里抢修了。风台带来雨主要集中伫咧山区，伫咧屏东沿海灾情相对是较少。淹过邦寮水管厂附近有一寡养殖业者抽海水的管线，因为树仔倒来降歹去，就等天气较好才发度修理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